果然係陣容強大，係咪啊？好多謝劉慧明小姐同埋林燕嫻小姐兩位。咁劉慧明小姐咧，近年咧係一位冒起嘅女文武生啊，人靚聲甜啊，人氣急升，而且咧就扮相咧盡潮添。咁我哋仲要多謝頭先演繹侍神嗰位張廣全先生嘅。冇錯啦，咁時間咧過得真係快啦，又到今晚嘅壓軸歌曲就係、是《怒劈華山》。咁《怒劈華山》呢個故事咧，相信咧唔需要我多介紹，大家都知道係《寶蓮燈》裏邊嘅其中一段沉香劈山救母啦。咁演繹呢首歌嘅咧，就係粵劇紅伶鍾麗蓉小姐，同埋我哋今晚嗰個主角啦，李桂珠女士，佢會再次出場嘅。冇錯啦，咁啊蓉姐咧有新紅線女之稱啊，咁啊佢響9月初度啦，就有一個粵曲演唱會喺呢度啊，咁啊大家留意啦，應該我記得係9月6號嘅。如果中意聽蓉姐嘅觀眾咧，唔好錯過啦，記得捧場啦。咁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咧，個頭架咧就係換咗師傅啦。頭架師傅就係魏家明師傅，楊琴係周少君小姐。好啦，事不宜遲，有請蓉姐同埋李桂珠小姐為大家演繹嘅《怒劈華山》，有請兩位。神退，小我山崖臨溪間啊！
意氣似華山，是我親冇在這場秀蘭，強人幾分愛，人看一聲喚，你在那一方快些換飯。華山聖母，我嘅娘親，你響邊處啊？是誰講？是誰講？對住華山高聲喊，換舞歸還。萬人華山空蕩蕩，何來女子在其間？壓在華山不記念，何來凡夫把舞彈？看他蓬頭還扣面，奉上小食俏容顏。看他志氣不曾除，氣宇軒昂非凡凡，細看卻有些面善，敢問何故後名山？尋親母醉天倫，踏遍華山望歸返。如此說，令堂叫何名字啊？守華山清聖母，與我父完結先啦凡。吓，咁令尊又是誰人啊？我父劉延昌，我是小沉香啊。沉香我兒，我的乖仔啊！你是我在你父命年親娘親。陰陽隔絕，慈母不堪無情壓大山。雲霞夢，笑笑盼，親母會還，你可聽兒聲嘆，一時過恨也再會刺眼。
良親。壓華山骨肉長聽
水綠如藍，是親古燕那夢醒時，山言淚灑，濕花青衫。我便以沉香為名字，銘心間為親娘，我一直苦盼，無從奉養，不孝兒男自愧慚，悠十數年隔華山，願長聚不分散。天和不下皆人情，難道天公晚眼？神英啊，歡華山，沉香一拉龍顯神威，劈他個天容地爛啦！小子狂言何大膽啊！天有膽，我亦有膽。天有膽，我亦有膽，引看親母盡荒山，
隻手鐵心挽狂瀾，係莫老望，身遭劫難力還，天威凜凜難冒犯。無畏無悔願以熱血逆天救慈顏，一顯身手劈開萬重山。諸大夫有何難？師傅還需入丹爐怒火熊熊不眨眼只怕我已一時氣臨危卻無沉沉夢已醒覺，形單影隻臉襯娘，困於苦難。劈山救母，單無念火，見心單看烈焰，火紅紅我全無忌憚，終身勞累一人骨血，夢煩取金鳳劈華山劈他個天崩地爛又只見圓山處處人影動撲向潮鞋沒咗攔親
多謝。我哋今晚嘅節目到呢度已經圓滿結束啦，有請今晚有份演出嘅紅伶嘉賓到台前謝幕。好多謝今晚嘅舞台監督張錦創先生，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好多謝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明漁社區服務中心同埋軒尼詩官立小學下午班嘅小朋友。最後啊，多謝嘅都係你哋嘅來臨，祝各位晚安。希望明年嘅慶祝母親節演唱會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